根據2024年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，香港係全球第4大國際航運中心。原因除咗擁有世界級嘅港口，另外優質嘅海運服務同樣功不可沒。香港有1200幾間公司服務喺航運界，業務涵蓋船舶管理、船務融資、海事保險、海事法律等等。多元豐富嘅服務吸引商船喺呢度匯聚。註冊船舶超過2300艘，總噸位1億3000幾萬噸，連續5年位列全球第4。為咗推動發展，政府2020年開始為船舶租賃、管理、海事保險等嘅海運服務提供稅務優惠，其中船舶租賃企業2年間增加3倍。香港亦都係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4大指定仲裁地之一。內地企業選用香港作為仲裁地，可以喺熟悉嘅環境下解決爭議，有助內地企業走出去。國際企業亦都可以通過同香港嘅合作，推動外貿走進來，全方位升級海運服務，發展聯通優勢，推動香港航運揚帆遠航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